无可能，因为你本身有你本身的业，你的子孙有子孙的业。咱人死了后，若是无往生极乐世界，也无即时对地狱，无即时上天庭，无即时去投胎转世，安尼呢，就是伫中阴身。这个中阴身呢，直计大概是49天，49天。伊就随过去的这个生生世世，以及今生今世的善业、恶业种种的业，搁再去投胎转世。所以中阴身，世俗讲的灵魂，无可能永远拢停留伫这个家庭。咱学佛的人就是了解这点。所以到最后的关头，两项要咱选一项的时候，咱就选极乐世界，无选择这个三宝。咱唔通想讲。希望生生世世拢甲伊做阿仔某，生生世世拢甲即个子子孙孙做灌属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个人的业无共。